喺廣告界揾食咧，最重要就係創意。有一山人嘅創意咧，係真係可以講話咧係不同凡響嘅。佢近呢幾年咧，集中咧係研究紅白藍膠袋，將紅白藍呢個文化咧帶到國際海外。我嘅工作其實你話我做緊藝術啦，定做緊創作，其實嚴格嚟講都唔係。可能我係個好似社工嘅身份，或者呢個傳道嘅身份，將啲人生嘅哲理啊，或者我嘅價值觀啊推銷出去啫。如果你叫嗰個叫藝術品，因為嗰個係藝術嘅場合，佢俾個機會我喺嗰度發表啫。我冇當過嗰啲係藝術品，我當我係一個社工。或者你同大家講講今次咧攞出嚟，你話唔好叫作品咯，習作係一個社工嘅習作。咁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當年咧就2001年，咁就我第一次參與一個藝術嘅一個嘅項目，咁咧就叫做 Art Window， 其實就唔係呢套海報，其實嗰個 Art Window 係一個櫥窗嚟嘅，喺銅鑼灣 GOD 一個櫥窗，就一個策展人咧就石端一峰咧就安排咗好多藝術家就去一啲公眾嘅櫥窗裏邊咧做藝術。咁就自此之後就其實當時個裝置咧就呢張海報，今次接觸嘅海報呢堆詞咧，所有都喺當時嗰個裝置嘅牆上面。只不過後來我就覺得紅白藍同建築都好有關係啦，咁就一次過就將佢再重現咗喺呢度海報上面。上面嘅字眼視覺係建築嗰啲施工啊術語都有關係，但係其實我所講嘅全部都係關於香港人。創意呢樣嘢咧，其實有好多表達方法嘅。有啲人透過畫畫啦，有啲人透過音樂，有啲人透過舞蹈。而呢位朋友咧，其實相當簡單，佢淨係需要紙同埋筆嘅啫，佢就係林夕啦。我想請教下你，就係呢10年裏邊咧，其實令你最難忘嘅香港嘅事情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10年香港，我話可以話係好刺激嘅，即係其實乜嘢都經歷過，無論包括即係股票嘅最低點到最高點，都係呢10年之間發生。咁但係對我嚟講，沙士03年係最重要同埋最難忘，因為即係我自己亦都從來未咁關心過香港。自從03年之後，我先至發現自己原來係有幾咁愛香港。佛最初俾我係俾我一種即係釋放咗好多曾經好執着嘅嘢，然後令到我自己覺得揾到一個好清晰嘅人生嘅目標，咁有一種使命感喺身度，所以令我覺得所有個人嘅煩惱其實都係因為自己將自己放得太大，將個世界放得太細。半年前，黃遠之同你有個合作啦，就係一首歌叫《畫意》。首個畫意咧就大家我諗都好清楚，其實裏邊刻畫緊一個畫家嘅心態嚇。咁呢個知名畫家嘅心態，你覺得相對起你係咪因為好多歌你都將自己心聲擺咗落去，呢首歌你覺得同你嘅關係有幾密切？呢個同我嘅關係冇咁密切，因為梵高臨死嗰陣好窮嘅，我諗我臨死冇佢咁窮。梵高要死咗先成名，咁我諗我比佢幸運啲。不過我其實歌詞希望表達都係喺商業同埋藝術之間嗰個，究竟應該為咗自己忠於嘅藝術而一分一毫、一分一步都唔肯妥協啦，定係作出一啲妥協，令到自己能夠喺呢個行業嗰度繼續生存得好咧？咁係想檢討呢樣嘢。我諗即係我同呢首歌嘅關係最大係呢點。只不過講到和諧，我都希望即係喺梵高呢首歌就表達唔到啦。但係其實所謂和諧係要每一個人都識得咩叫做合理嘅妥協，堅持原則嘅未必係英雄。跟住落嚟咧，要介紹一位咧影帝級人馬。
佢除咗係拍電影嘅工作以外咧，其實咧佢都好識得享受同埋生活品味嘅。而閒時咧，佢中意攝影嘅呢位就係任達華。係，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講，其實教下大家咧？本身大家都有份工㗎啦，香港人個個都有壓力㗎啦。咁點解仲可以抽時間去？同埋就係話呢樣嘢對你有乜好處？嗱，個開心嘅，我揾到我自己中意嘅職業，做演員。咁但係如果我喺演員入邊揾到一其他嘅興趣同演員有關係嘅話咧，我會更加中意做演員，就因為等於好似攝影畫畫。咁呢啲嘅 hobbies 咧，呢啲嘅嗜好咧，就俾到自己喺拍戲嘅過程當中咧，係更加開心，更加喺拍緊嘅時候咧，就可以 enjoy 到一啲嘢。咁如果你叫我寫書，咁咪死火啦。咁你對我嚟講，我係完全唔識嘅。咁另外一回事嚟嘅。咁你叫我去整車，咁對我嚟講係完全另外一回事，我係完全唔識嘅。咁一個人咧，我開心嘅揾到我自己嘅職業，我用另外一啲咁嘅嗜好帶俾我，同我嘅職業有關係，咁我就永遠都唔會永遠係我有一個叫做堅持自己嘅生活態度。喺呢個展覽裏邊，任達華攞咗佢攝影作品出嚟做展覽。究竟佢影嘅相對於10年回歸有咩含義呢？10年回歸其實嗰個年份唔係咁重要嘅嘢，個重要係咩咧？我哋對大自然嘅保護，對國家嘅愛護，互相嘅愛護，互相呼吸同一樣嘅新鮮空氣，咁樣就代表一個人，一個中國人喺全世界入邊對國家或者對自己本土嘅有啲咁嘅生活嘅細節咧，就可以令到係 forever。所以10年回歸可以講係話100年回歸或者1000年回歸，有100年回歸，等於張相呢3個桃花雖然係冇咗㗎啦，已經凋謝咗㗎啦，但係佢同一笪嘅地方喺重慶嗰度咧，亦都可以重生翻啲桃花出嚟。呢啲係叫做桃花，重生翻啲桃花，即係換言之咧 forever 嘅嘢，呢張相我擺咗喺度，唔係話10年回歸，係1000年回歸都可以攞翻出嚟。如果講兩個人名俾你聽，睇下你哋聽過未咧？一個叫方永恒，一個叫小堅。可能你有啲陌生啊，但係如果講到巴士阿叔咧，我相信你一定有印象。尋找他鄉的世界出發同埋巴士阿叔咧，喺網絡界咧可以係相當出名，特別係巴士阿叔添，因為佢當其時咧，除咗係好多香港人睇之外，仲係好多外國人睇。當初就諗住用一個客觀啲嘅角度啦，咁去影翻成件事。咁如果佢哋真係會有大打出手嘅機會嘅時候咧，咁可以將嗰個短片交俾警方。咁我會覺得，咁你拍啲開心嘅嘢會時間過得快啲咯，即係快樂就不知時日過，所以就我哋拍個過程又開心，跟住就播出嚟，亦我一個開心，將我開心嘅再一傳就10傳百，咁個個都開心，咁啊時間過得更加快，咁啊更加開心，更加和諧一個社會會。其實創意好多時咧就係話嚟就嚟㗎啦。方永恒當其時咧就係用咗隻左手拿住個電話，就將嗰段片段拍低。但係我哋好重視咧，除咗佢係將片段拍低咗，放喺網上邊可以有咁多人點擊之外，其實後邊嗰份精神，第一就係佢拍咗一個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嘅好好嘅短片，令到大家都覺得咧香港人咧相當有壓力。但係第二咧就係最緊要就係佢呢條短片嘅意圖，主要係希望帶到個信息，或者俾到公安佢哋知道，其實而家呢度係發生緊事情嘅，可能將來呢條短片有機會成為前代正功嘅。其實所以咧，佢所付出嘅勇氣咧，都相當可嘉嘅。我同佢諗一樣嘢，就係話可以將而家一個媒體就而家一個新嘅媒體就可以電話度睇好多唔同嘅資訊嘅，包括電視啊或者乜乜乜。咁我哋可能即係暫時構思我未 firm 實嘅，但係個大構想就係話希望將佢用電話嚟拍攝一啲短片，再加上我嘅創意，可以喺一個立體嘅 product 入邊可以展現到我哋嗰樣嘢，即係唔一定話淨係喺片先睇到啦。咁可能嗰個有機會展出嚟嗰陣時，就係一件立體嘅實物。透過呢個藝術展覽咧，我希望咧令到創意同埋和諧咧可以一齊咧，令到大眾咧消除壓力之餘，亦都大家明白到和諧呢樣嘢咧係需要大家一齊去創建嘅。